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大家咱看到讲空气品质若无好，看起来就是一片白茫茫，敢若用野共款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野，读咿呀第一条。照古早甘为林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野，佫有一个音读做哀，也就是涂刷涂粉的意思，就是会用的物件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用野，这个意思就是垃圾夫涂刷石啊，卖当形容规个烟蓬蓬，涂刷涂少也袂行。因为这个字佫有一个音读做哀，过去用来翻译音的汉字，像讲埃及。第二个词同款嘛是用翻译音来调做汉字，读做 iodine， 也就是碘。这是为英语 iodine 翻译来，其实英语嘛是翻译希腊语，本来就是暗球仔色的意思。碘就是这款色水，是一款化学物质。碘嘛是咱人需要的元素。那欠碘可能引起到甲状腺的功能甲智力。碘嘛会当用来做无毒的显影药剂。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碘，古早讲是 iodine， 是维持甲状腺功能必要的营养素。若是欠碘，人较会感觉酸酸甜甜的胃寒，代谢变慢，有可能会变较大泡，嘛有可能引起较会过敏。若是安尼，空气一个用野就较会敏感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哀，另外一个音读做野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